大家好，我是七七先生。今日我要针对肚子做瑜伽的运动，请大家准备一个瑜伽砖。瑜伽砖我们拿着，坐在屁股的下方，我们做这样子横的。好，屁股抬起来，手往前撑着，坐在屁股下方，然后你的屁股可以左右的动一动。让你屁股下方有一个突突的地方，叫做骨头，坐骨的骨头，让坐骨的骨头完全的坐在瑜伽砖上。两只脚可以选择前后分开，或者是盘腿往前放一些些，马做对咯。好，坐在自己舒服的坐姿。今天一开始我们要练习呼吸法，这个呼吸法叫做头颅发光。我们发力的方式会是肚子向外吸气，慢慢的吸气，肚子向外，然后快速的吐气，肚子收回来。这个动作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产生火元素，让我们的身体发热流汗。但是有一些禁忌症，肚子在半年内有开过刀的人不能做，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的也不能做。尤其怀孕、生理期的同学也不能做。待会的课程当中，如果觉得肚子有不舒服的地方，请你躺平，回到地板上，用肚子呼吸，肚子向外、肚子向内收的方式，慢慢柔和腹部的肌肉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。先看我示范，双手先放在膝盖上方，右手可以轻轻的放到肚子，慢慢的吸气。快速收回来，鼻子吐气，再一次。好，胸口没有动哦，是肚子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一个。深深的吸气，肚子向外，吐气。好，我们一起做10次。左手放好，右手来到肚子上方，眼睛轻轻的闭起来。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开始。快速吐气，肚子往内收。吸气，肚子向外。最后一次，手放回膝盖上方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眼睛慢慢打开来。如果做完这个呼吸法，开始有头晕的状况的话，请你再多几个呼吸，让你的鼻子都是鼻子吸气、鼻子吐气的方式，不要用嘴巴吸气、嘴巴吐气哦。鼻子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鼻子吐气，让气体完全的进到我们的肚子、我们的腹腔之后，再收回来，完全的放松。这个动作呼吸法练习，如果想要有效的话，我们每一天可以做15分钟，它就会见效，身体会发热，开始带给我们很多的火元素。好，下一个动作今天的主题，首先第一个是做4足跪姿，启动我们的核心力量。我们转过来，双手撑在肩膀的下方，没有太开，你的宽度就是手腕、手肘、肩膀一直线，两只手撑好。如果你觉得撑在这个地方手腕的压力很大的话，请你把手往外转15度，让你的食指可以朝向12点钟的方向，手稍微往外转一点，重心完全的压在手掌的正中间，而不是在掌根的地方哦。手往前慢慢压下来，所有的手掌、手指完全贴平在地板上，膝盖、脚踝平行，
膝盖跟大腿髋关节的地方垂直地板，一直线，脚没有太后面哦，往前一点点垂直。好，脚趾头点好地板。待会我们肚子会稍微收回来，有一点拱背的感觉，肩膀不可以下沉，肩膀在这边要推好推稳。吸气，肚子向外。吐气的时候，肚脐去找脊椎，腰没有塌哦。肚脐去找脊椎，吐气收回来。下一个吸气，肚子再向外。背一样要打平，视线看向地板，两手之间就可以了。肩膀远离耳朵，把自己推上来。吐气的时候，肚脐向脊椎的方向收，会有一点点卷尾椎、拱背的感觉。下一个吸气，手推好，我们的膝盖要离开地板咯，离开地板10公分，加油！吸气往上，1、2、3、4、头的轻后，持续的拱背推高，卷尾骨，肚子收紧。最后一个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膝盖放下来，头的轻后，我们再一次，一样双手推稳，肩膀推上来。背没有塌下去，肩胛骨是往左右两边分开的，肚子稍微收回来，一点点的卷尾椎，脚趾要踩好，膝盖不可以分开，膝盖要稍微往内收的感觉，大腿内侧、大腿的前侧都是有在出力的哦。吸气预备，吐气，我们脚推地板，膝盖离开。很好，手持续往地板的方向往下推，然后肩膀向上提起来，深深的吸气，手臂会出力，大腿前侧会出力，按用做对咯。吐气，最后一个吸气，吐气，膝盖放下来。往后跪坐下来，来到金刚跪姿，走得轻哦，看起来开休散了哦。好，下一个我们要做的是平板式，跟刚刚一样，我们先来到4足跪姿，只是这一次我们要加上腿伸直。好，双手往前，来到肩膀的下方，两只膝盖并在一起，脚趾头点在地板上。右脚往后，直直的往后推，脚跟往后下压。吸一口气，我们要让左脚的膝盖离开地板，两只眼睛看向地板，保持肩膀远离耳朵，脖子拉长。吸气预备，吐气，你的下面的左脚往肚子的方向收起来。1、2、3、4、头的轻后，不用下来，换脚，右脚收进来，一样点地，先把膝盖合并并好，右脚点地，左脚往后直直的滑，脚跟向后推。吸气预备，吐气，右脚膝盖收到肚子上，稍微拱背推高。1、2、3、4。不用下来，抽得轻后，再一次换边，两只脚合并，膝盖碰膝盖，右脚往后推远，手掌记得没有在掌根，往前推到手中心。吸气，预备，吐气，把我们的左脚膝盖离开，收到肚子下方。1、2、3、4。走得轻后，不用下来，换边，右脚点在地板，左脚往后滑出去，脚跟往后送。吸气预备，吐气，脚往上收。1、2、3、4。走得轻后，不用下来，坐下来。好，最后我们要躺下来。待会呢，
我们把砖放在我们的脚掌上方，有一点点难，但是请你把下背贴稳在地板上，就很简单咯。好，先侧躺下来。躺下来之后，我们的膝盖先弯曲，然后把膝盖收到你的胸口的地方，脚往上抬高，屁股会离开地板。你的瑜伽砖放在脚掌上，好，在这边。所以大腿会黏着你的胸口，手放在这里，下背完全贴稳在地板上，手放这边或是打开来都没有问题。能够保持身体平衡，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尝试把你的腿伸直，加油，加油，脚推直，推高。1、2、3、4、在这边觉得太紧绷，收回来，膝盖碰到你的胸口也很好哦。做到自己能够做的就很棒了。最后一个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手往上抓着瑜伽砖，往旁边放。我们从左边侧躺起来，两个脚前后交叉，双手回到膝盖上方。吸气，肩膀向上，向后旋开来，慢慢的吐气。坐在前后，挨点休息好。接下来继续练习抢太嘎准批，一张椅子，没有轮子的椅子，还有4个瑜伽砖。如果你们家没有这么多瑜伽砖的话，2个也很好，也没有问题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动作，我们背对这一张椅子，我们的背待会会靠在椅子的边缘。好，屁股先坐下来，稍微往前一点点。胸口往后，手抓着椅子往后靠到肩胛骨的地方，手要撑在地板上，胸口挺出来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先把右脚抬高，吸一口气，肚子往脊椎的方向收，吐气，再一次吸气，脚抬起来，小腿平行地板，肚子收紧，大腿前侧出力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次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脚放下来。我们换脚，再做一次。左边的脚，左脚脚跟先踮起来，预备。吸气，脚抬起来，提高，小腿平行地板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再一次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脚放下来。好，待会我们2只脚都要离开地板哦。好，稍微往前挪一点点，让身体稍微靠在椅子上一点点就好，还是要用到我们肚子的力量为主哦。2只手可以先抱着你的大腿，先把重心集中在一起，在这个地方往后躺一些些，有躺到没躺到都没有关系哈，躺到一点点或者是你挺起来都没有关系，身体你的大腿往身体收进来就好了。下一个吸气，右脚提高，换左脚提高哦，加油，提起来，慢慢的保持平衡，提起来，平行地板，深深的吸气。大腿要持续出力，收靠近你的身体前侧，吐气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左脚放下来，右脚放下来。
抽得轻后哦。待会我们的手要离开大腿，回到地板上，很挑战，加油，做得做得。好，再一次，腿先抱靠近你的身体前侧，脚点起来，双手手指往后转，点在屁股的后方，吸一口气推高，手如果可以撑稳在地板上也没有问题。吸一口气推高，好，再来预备，把我们的脚提高上来，右脚先，再换左脚，上背可以稍微的靠在椅子上，没有问题。一样，肚子要出力，大腿收靠近你的肚子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深深的吸气，脚提上来，加油！吐气，脚放下来，做得轻后，做得轻后，脚的前面很酸，肚子也很酸，哎呦，做得做得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躺下来，我们把椅子先移到后方，从侧边躺下来。两只手放在屁股的两侧，待会呢，我们的身体会向前方抬起来，把我们的肚子缩起来，像一个毛毛虫一样收起来。两只手帮我放在大腿的两侧，吸气的时候手要往上去找膝盖的方向，下背部不可以拱高，下背部要贴回到地板上。眼睛视线会看向你的膝盖中间，肩膀远离耳朵。吸一口气，起来，上背肩膀离开地板，在这里停留。1、2、3、4，停停呢，水下來，做得輕後，再一次。吸气上来，手往前滑，尽量滑到膝盖上方，下背贴稳在地板上，腰没有拱起来，肩膀放下一些些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次，沉沉的脚吸，轻轻的吐气，躺下来。抽得轻后，两只脚往前伸。这一次，我们两只手并起来，食指指出来，待会手指要指向脚的方向。好，头一样要抬高，看向两脚之间，两只脚往前延伸，脚尖伸出去。吸气，起来，肩膀离开地板，肩胛骨离开地板，下背贴稳。再抬高，加油！1、2、3、4，好，水下來，抽得輕後，還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我們要來挑戰啦！待會把你的腳離開地板哦，我們先上來之後，再把腳離開地板。準備，雙手準備好，食指指出去，指向腳的方向，一樣腳尖伸出去，兩隻腳的大腿要並在一起哦。吸一口氣，預備起來，腳往前指，在這邊也很好。想要挑戰的阿公阿婆，吸氣，腳提高，1、2、3、4。走得輕後，最後一個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水下來，腳並下來，走得輕後。好，待會腳跟收回來，靠近屁股，我們做一個橋式，稍微放鬆臀，稍微放鬆我們的肚子前側，雙手壓在地板上，吸一口氣，屁股捲上來。屁股抬高，在这里停留，胸口往上，肩胛骨完全的贴平在地板上就好。臀部抬高，持续抬高，臀部夹紧，把髋的前侧打开来，肚子前侧打开来。
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屁股放下来，回到地板上。好，我们从右边侧躺起来，抽在轻后，最后一个动作骆驼式。我们把椅子摆到这个地方来，屁股下面要做一个瑜伽砖，放直的。我们的瑜伽砖这一次放直的这一个方向，放到屁股的后方，脚板两侧靠着你的瑜伽砖往后坐下来，椅子会稍微靠在下背的地方，双手撑着这个高度的椅脚，往上抓一点点会比较容易。肩膀向后旋开，身体的前侧打开来，看向正前方。吸气，肩膀向上向后旋开来，吐气的时候往后靠，然后先卷尾骨往上提高，把臀部提起来，上半身稍微往后倒，手再往下慢慢的走，慢慢的抓，屁股持续提高，胸口往上，让我们的大腿前侧抬高，屁股收紧，腹部收紧，沉沉的吸，头可以往后靠到椅背没有问题，慢慢的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手往上，先爬一阶，收下巴，屁股坐下来，胸口回来，抽得轻后哦。我们最后一次，好，这一次尝试让头不要躺下来，肩膀尽量不要靠到椅背的地方。双手一样可以抓在椅角，肩膀向上向后旋开来，深深的吸气，请你卷尾骨，让屁股往上提高，大腿向前方推出去，胸口打开来。这一次锁骨往天花板的方向长高，往上推高，胸口往左右两边分开。轻轻的吸，小腿压稳在地板上，用力的往下压，臀部再推高，屁股夹紧，胸口打开来，慢慢的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，慢慢的吐气，直接收下巴，屁股坐下来。抽在轻后，看起来较后酸了哦。好，转移开来，我们坐下来，再轻松的散盘坐姿，肩膀向上向后旋开，我们的手往后点在屁股的两侧，身体的前侧打开来，沉沉的吸，肚子向外，慢慢的吐气，肚子向内收。抽得轻后，动背哦。我哋抽得两片，什么太高？